出發去睇全運會啦！今日係搭地鐵去嘅。所有人都係去全運會。各位尊敬的乘客，請注意。黃村地鐵站 D 出口，行出去就係體育館。呢度就係入口。聽到入邊已經開場。呢度就係全國運動會嘅開幕式主會場—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啦。都超級多人嚟睇嘅，排晒隊啊！OK， 謝謝。Q 同 R 區啊，兜個圈喎喺嗰邊喎。入去會場咯。個會場入邊都有條跑道啊！哇！有人喺度跑啊，試下條跑道啊！我哋而家準備入會場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大屏幕上为您呈现的是男子十项全能之一100米。所欣赏到的女子高空的举重赛，达到体育高手将直接进入比赛。嗰個位就係火炬，呢邊就係主席台。好多人嚟參與。而家啲標槍揾啲機械狗嚟運輸啊！唔知大家睇唔睇到？4乘100米跑啊！嗱，準備接力啦，女嗰邊。混合啊，有男有女嘅。
子跑得幾快？準備到就最後一棒啦！有個女仔跌低咗。奧運精神都要跑埋佢嘅。衝刺！哦，四川攞咗第一。哇！掟標槍。跑步都準備開始啦。場館入邊買水咧，就喺呢個位置嘅，係5蚊一杯咯。咁白線係做咩？跳遠。衝刺，最後100米。哇！追唔到啦！拜拜，全運會。比賽完咯，退場咯。呢兩隻吉祥物原型係中華白海豚嚟嘅。睇完比賽呢，我哋依家就離開場館啦，去場館旁邊嘅美食廣場睇睇。三晚究竟旺財搞掂？會場旁邊呢，仲有個美食市集，有好多嘅嘢食嘅。我哋過嚟睇下有冇啲啱嘅。Thank you。Hello， 这个是啤酒。这是柑橘味的，这是莓果味的，法国品牌的1664。OK， 试一下这个柑橘味。
謝謝。啲味道有幾特別㗎，甘蔗味。哇！呢個米芝蓮19年到25年都有㗎。你要不要一起嗎？都係啲潮汕小食。要很久嗎？稍等一下。好，我們4號跟9號的朋友可以過來椰林海鮮碼頭這邊取餐了哈。4號、9號、11號，還有13號。4號、9號、11號，還有我們的13號的朋友可以過來取餐了。幾號呀？咁呢間鋪頭呢，就係主打一個好經典嘅布拉腸，燒雞布拉腸。食飽睇完比賽，我哋返屋企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